讲到这美国和中国11结束伫咧瑞士日内瓦的贸易谈判，12就发表联合声明，同意续落来这90天内呢调降两边关税。根据着这联合声明的内容，这双方减关税115%，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关税对目前的145%降低到30%，那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关税是对目前的125%降到10%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日瑞士日内瓦记者会，首先感谢瑞士安排美中贸易会谈，各处的重大进展。双方在会谈中表达互相尊重的态度，根据双方共识，同意在接落来90日内，各调降115%的对等关税。We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a 90-day pause, and substantially moved down the tariff levels. Both sides on the reciprocal tariffs will move their tariffs down 115%. 美中各自调降115%的对等关税了后，美国对中国商品关税，包括香港甲澳门地区，会为目前的145%降到30%；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关税，会为目前的125%降到10%，将为5月14日实施。根据美国白宫甲中国商务部伫10日所发布的声明，美国会暂停甲撤销4月初2、初8甲初9对中国商品加扣关税行政命令。中国也采取相对的措施。We enter into a 90-day pause period for negotiations, which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very committed to. And the Chinese on their side also go down 115% to 10%, and they remove the countermeasures that they have in place. 在采取这个行动了后，中美会建立机制，继续针对贸易关系进行协商。中国代表犹原是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，美国代表也是财长贝森特甲美国贸易代表戈里尔。协商会当伫中国、美国也是双方商定的第三国进行。不过，贝森特昨日也强调，美国对中国因为无积极打击毒品芬太尼原料流入美国，另外提悬20%的关税犹原有效。不过强调北京方面展现出积极合作的态度。世界贸易组织 WTO 秘书长伊维拉在伊指出，美中的贸易谈判代表向前行出重大一步。WTO 希望对未来是一个好现象，同时也强调，当前全球局势紧张，这项进展若是对美国甲中国对全球拢真重要，包括真侪上脆弱的经济题材来。公司新闻警官强编译。